连个技能都这么麻烦。嘿，小心，过来了，不用怕。你没事吧？小斯巴达们进攻！好厉害！我是一个召唤师，能力就是驱使召唤兽战斗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这么说，我也是召唤师了。哎，因为那个大家伙就是我招出来的呀。你召唤出来的？嘿嘿，只是我刚领到技能，还没学会怎么指挥它呢。不过我一定很快就能。没事吧？那个我说，这场战斗你还是不要参加了吧。啊，可是，愈合之力，那只铁角兽并不是你的技能，而是我失去控制的召唤兽。你只是因为太弱才会被它盯上而已。等下趁我们拖住它，你还是赶快逃吧。但是，我们上。见了，蔡金虎，这个热闹啊！喂，就没有人能帮帮他吗？你们不是都很厉害的吗？要帮你帮，少管闲事。我还巴不得少个对手，老娘才不要趟这条浑水。来啊！你不是想咬我吗，大笨怪！太慢了，好帅呀！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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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追不到我，追不到我，追不到我！你没事吧？为什么不逃走？这场战斗明明跟你没有关系的。吵死了！因为觉得和自己无关，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在一旁看戏吗？但我偏偏看不下去。不管是多强的怪物，不管跟我有没有关系，遇到这种家伙，我就一定要全力去打倒他。你，这是参赛者金，您的原力技能已激活，握住他。您的能力矢量箭头已准备好。什么来着？是矢量箭头。哦，这才是我的原力技能。正好是我这招矢量冲击。好厉害呀！竟然只用了一招。嘿嘿嘿，厉害吗？其实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真没意思。你刚才那招真的帅爆了，是吗？是吗？那个技能
难道是？各位参赛者请注意，裁判长丹尼尔大人有重要事项宣布。裁判长，丹尼尔大人要来了，是裁判长。丹尼尔大人好帅，参加凹凸大赛的勇士们，我是本届凹凸大赛的裁判长丹尼尔。首先，要恭喜奋战至今的各位，大赛很快就要进入下一阶段，预赛截止日期还有2周，届时积分排行榜的前100名的参赛者就可以晋级下一轮的淘汰赛。哦，我的排名也要出来了！最后1名。请排名暂时靠后的各位也不要灰心，即使是现在的最末位，也有可能成为最终的第1。还记得自己参加凹凸大赛的初衷吗？还记得对胜利的那份坚持和自信吗？还记得深埋在内心中那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去实现的愿望吗？是，不要忘记，不要放弃，为了那份无法释怀的执念和必须为之战斗的理由，拼搏到最后一刻吧！这里是拥有无限可能性的凹凸大赛，在这里，一切的未来都是未知数，自己的命运只有用自己的力量去争取和掌握。没错，还不能放弃，我绝对要晋级，绝对要成为第1位。大家等着看我赢得比赛吧！我也。很好，期待各位的表现。对了，我还没问你的名字呢。我叫紫藤幻。好的，紫藤幻，我叫金，让我们成为好朋友吧。